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国民党桃园市议员的候选人领导。3天前有来开记者会，指控桃园市长郑文灿当年到台北市的800会馆，都是假跨国洗钱案的主嫌郭铁敏咧抄这个开发区的土地。再去领导继续来开记者会，质疑这个洗钱的主嫌郭铁敏，2017年伫桃园开5亿5千万来买农地，甲市长郑文灿均有牵连。讲当时甲郭铁敏做伙买地的地主，都是郑文灿的好妈子的。讲恐惊是泄露秘密，互因知影财运暂体确实的位置，互因大赚30亿。桃园市长郑文灿讲，这已经牵涉到诽谤甲不实抹黑，会请律师提起告诉。而在我们开完记者会，郑文灿说他要提告，他说这个相关的资讯呢是公开的讯息。3天前才开记者会，讲桃园市长郑文灿和诈骗集团有牵连。今日透早搁大动作开记者会，要拍对手民进党。买了这块土地的旁边 G101 站，2017年之后公布的地址仅有建德路至坎顶路的新辟道路。也就是说，当时候公布的文件是非常模糊的讯息。桃园市议员候选人领导指控桃园市政府伫2017年，甲桃园市八德区价值5亿5千万的土地送去交通部审议。不过，伫2022年3月才公告财运具体站点的地址。想袂到洗钱案主嫌郭铁敏伫当时，就要财运站附近半径500公尺内土地，认为伊占啊真精，即摆一倍身高价伫20万以上，讲郭铁敏赚30亿。但你不要再只推给郭哲敏诈骗集团的神预测。我现在就要请问郑文灿，你认不认识其中的地主？他的登记地就是桃园知名的建案。领导提出土地所有权，表示顶悬所有权人登记大名是姓黄的所有权人。各讲地方拢知影伊是郑文灿的好妈子，指控郑文灿下面好朋友事先知影财运站点，知影会改变地目，才会找郭铁敏做伙买地来赚钱。不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但是我跟郭哲敏没有往来，那这个私人去投资任何个案，我也不会知道。8年没有提告过任何人，那像这样的事件我会提告。进前郑文灿买会讲去800会馆，只是单纯去食饭去第一，即摆拿赢根本是超工安尼解读，伊无打算要吞论，将会提告来修复家己的情绪。